Hello，各位觀眾，我係地膽大明啊！今日呢，同大家講一個好多客戶返嚟呢邊租樓問大明一個問題。近排有好多香港或者國外嘅華僑返嚟揾大明租樓啊，因為佢覺得香港嘅生活壓力比較大啊，仲有國外呢，因為各種原因，佢哋都考慮到如果退休呢，可能會返嚟大陸呢邊租樓嚟住住先啊，睇佢適唔適應。再考慮喺呢邊定居一個問題，咁佢哋問到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中山咧同呢個珠海咧近排就比較火啦，係一個新興嘅養老城市啊，咁咧佢就問大明一個問題，大明啊，究竟咧我返嚟住嘅話喺珠海租樓住好咧，定係中山租樓住好咧？嗱，佢哋普遍都碰到一個問題，佢哋就覺得珠海係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之一咁啊，經濟特區肯定好啦，咁肯定係珠海好啦。但係有啲人又覺得中山呢係全國唯一一個以真實人名命名嘅一個城市孫中山嘅故居嘛，佢覺得歷史都有一定個底蘊喺度嘅，咁佢就喺度諗，兩個城市好難權衡，各有優缺點。但係呢，大明呢今日呢，就喺呢個去接客戶嘅路上同大家講下我個人嘅睇法只代表個人觀點唔一定係啱大家認可嘅，但係只係代表個人觀點。首先，大明覺得呢，珠海作為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之中一個係喺珠江西岸嘅唯一一個經濟特區咁呢一直以嚟佢都係被評為比較適宜居住嘅城市，因為珠海嘅空氣環境都係比較好保護環境方面咧係做得好嘅，而且有好多特色嘅景點啦例如珠海情侶路網紅打卡點仲有嗰一排排嘅海景房因為海邊城市嘛，就成為大家追逐嘅一個地方嘛。但係咧大明講到佢優點咧，都可以講一個缺點就係珠海咧呢幾年咧，其實城市個樓價咧係升咗上嚟嘅，雖然近排有回落但係咧你喺老香洲或者十字門一帶都係要總體嚟講比中山好多地方要高嘅，咁咧導致一個咩問題咧？就係個租金成本都比較高啦。好多香港人為咗貪方便咧，可能會考慮十字門啦，珠海十字門呢個地方，但係咧如果過嚟睇樓嗰啲珠海朋友都發現，如果稍微好啲嘅樓都要6000蚊到9000蚊9000蚊咧應該就係有啲可以望到靚景噶啦咁咧呢個租金成本就係比較高噶啦大明覺得，因為點講咧，即係大明都租珠海樓就唔係踩珠海樓即係睇個人情況咯，係嘛？首先如果你計條數6000蚊，我同9000蚊，我取個中間數7000零蚊啦。咁你一年嘅租金成本都基本去到8、9萬啦喎。8、9萬係咩嘅概念呢？8、9萬蚊呢，你可以喺中山某些地方就夠你買樓嘅首期啦，然之後月供就3000蚊就得噶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租金成本比較大當然有一定實力嘅允許嘅朋友咧其實係可以忽略呢點嘅，因為咧呢啲錢咧對佢嚟講係小 case， 但係咧如果你對於精打細算嘅香港人嚟講咧，會計數嘛，咁佢就覺得1年就去到幾皮，2年係10幾皮，3年就差唔多成20皮啦喎，咁咧20皮咧你就基本其實喺中山有好多樓價咧實話咁講嘅，8、900尺嘅3房其實都係40幾萬嘅，即係而家已經有咁個樓出現，而且係大品牌開發商喎，咁所以租金成本係一個方面。仲有咧第二點要講下珠海嘅優點係咩咧？珠海佢係一個同香港相連嘅城市喎，以前係唔相連嘅，而家相連啦，因為港珠澳大橋通咗，好多人喺香港嗰度搭個金巴經港珠澳大橋就到珠海啦，咁交通上都係方便嘅。咁第3點咧又係優點。咁珠海咧，佢係個經濟特區，咁咧佢呢度咧
環境咧就當一個名片咁打造嘅，因為咧點衰都唔會衰俾其他城市嘅人睇，因為係經濟特區啊嘛，冇幾多個經濟特區㗎，廣東省得3個㗎，汕頭一個，仲有深圳一個，仲另一個就係珠海啦。咁個城市面貌都係 OK 嘅，所以話如果想嗰啲環境靚嘅，其實咧就係可以考慮珠海嘅。你睇俾大家睇下我哋十字門嘅環境因為我哋過港珠澳大橋咧就經過呢啲地方啦，係嘛？其實就係有啲城市嘅面貌好啦，再翻到嚟啦，第4點咧講一下嘅。居住喺珠海呢邊嘅人，其實咧都係以中老年人比較多。講一個問題廣東省大灣區呢度有2個經濟特區，一個係深圳，一個就係珠海。深圳咧經咁多年發展咧，就成為一個快節奏城市啦，城市發展得非常好，經濟非常發達。有咩高科技嗰啲公司啦。中興、華為騰訊呢都係深圳嘅。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有啲大型嘅科技企業撐住喺度，都唔會衰嘅，創造咗好多優秀嘅崗位。但係咧都帶嚟咗快節奏嘅生活。所以有一句話就係深圳係中國年輕人嘅蠟燭場，青春蠟燭場。你個青春就像有個蠟燭喺度燒完就返去，但係珠海咧又相反嘅喎。因為佢環境靚，樓價咧又冇深圳高，所以話就吸引咗全國各地好多啲退休嘅人嚟珠海買樓定居。所以珠海佢個人群咧就比較雜，好多就係東北嗰邊過嚟嘅，因為咧東北嗰邊天氣比較冷佢哋咧一到冬天嘅時候大雪紛飛，就搭飛機南下嚟到珠海定居啦。所以話你喺珠海呢邊反而碰到嘅人講普通話嘅係比較多嘅，反而講粵語嘅少。就話珠海人群比較複雜啲所以總結起嚟，珠海就係城市好人群嚟自全國各地，但有一個缺點就係租金成本稍微會比較高啲好啦，講到中山啦，中山呢同大家講下點解咁多香港人會揀中山呢？因為中山佢個人群第一點係反而冇咁複雜，主要都係以本地人為主，大部分都係講粵語嘅。你出街食嘢，去餐廳食嘢呢，基本都係你好，請問幾多位都係用粵語嚟講嘅。你去到珠海咧就話你好，請問有多少位係咪唔一樣係咪先？所以話好多香港人嚟到中山呢，反而會有種親切感交流係冇問題嘅飲食呢方面呢，中山好多美食都係以粵菜為主，清淡為主，所以好多人咧嚟到中山就彷彿嚟到美食嘅天堂有東星嘅脆肉鯇啦，有食奇嘅乳鴿啦，有黃埔嘅臘米飯啦，仲有三鄉嘅清水鯇魚啦，仲有南朗嘅茶果啦。等等即係有人哋都講啦，嚟到三鄉呢，住一段時間，你唔肥幾斤返香港都唔好意思第二點呢，中山呢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好多香港人佢比較中意中山，因為呢就係香港明星都有好多偷偷返嚟中山買樓噶啦呢啲我就唔方便公開因為呢就係因為呢啲中山各種嘅原因導致咗佢有一種親切感，好多香港人都中意第三點就係中山，佢係孫中山嘅故居。咁孫中山以前提出嘅三民主義包容平等嗰啲諸如呢啲嘅理念，喺中山呢邊咧係好受到根深蒂固嘅推廣嘅，所以中山人咧比較友好佢嗰啲人呢，其實呢就冇嗰種大城市嘅快節奏感，所以話你出街度碰到好多嗰啲比較和善嘅笑容，因為大家生活壓力都唔係好大，因為呢中山呢好多地方呢其實房價係唔係好高㗎，當然你除咗市區嗰啲已經炒得好高㗎啦，但係大部分中山鎮區嗰啲呢，甚至好靚嘅樓都係6000幾蚊、7000幾蚊一方㗎啦，所以話人們唔需要為高房價買單呢，自然喺生活上呢
嗰啲壓力就冇咁大，所以話就唔使繃得咁緊，心情自然好啲。所以話好多人問大明啦，大明講中山嘅優點就係房價低，租金都低。好似你舉個例子，有啲人就想話中山有冇咩地方離港珠澳大橋近啲，又離深圳近啲㗎，咁就係三鄉。咁三鄉呢度呢，保養比較好嘅新房嗰啲新啲嘅租房裝修好嘅，其實都係2000零蚊搞得掂㗎啦。咁如果你哋係2000零蚊呢，你喺珠海市區呢，基本係租唔到咩樓㗎啦單身公寓咯。但係呢，你可以喺呢邊租一個保養比較好嘅1000尺甚至1000幾尺嘅樓，甚至如果你想租別墅嘅，3000零蚊到5000蚊都有得租得到好靚嘅別墅啦。有可能5000蚊左右都可以租得到獨棟別墅啦。所以話就係中山有地理位置優勢靠近港珠澳大橋，到港珠澳大橋20零分鐘。我而家就喺中山啱過嚟港珠澳大橋嘅，到呢個關口呢度我哋就喺呢度等客戶其實我哋喺三鄉過嚟呢，都係25分鐘我開慢啲，如果開快啲就23分鐘好啦，睇下我哋路上個環境係嘛已經到啦，到接客區我哋落去啦。所以話無需多言咯，就係你根據自己情況可以選擇珠海，亦可以選擇中山中山就美食多，租金平然之後呢，同香港人有一定嘅親近度，因為大家都講粵語呢啲就係我個人嘅睇法。因為呢段視頻呢係我喺出發個接客戶嘅路上影嘅，係冇有任何準備嘅文案同埋台詞嘅，即係隨興而講講得唔係好充分，大家唔好怪我當然如果你哋覺得大明講得唔啱嘅，亦可以同大明多啲交流，或者話你有啲話想短暫返嚟珠海或者中山呢邊租樓嘅，亦可以同大明講大明呢近排都係可能以租樓為主㗎啦，賣樓呢就以賣別墅為主咯，租下樓打發下時間，交下朋友咁咯順便就幫下嗰啲想返嚟呢邊旅居嘅香港以及世界各地嘅華僑提供一定嘅指引同埋幫助因為佢哋冇嚟過呢邊，對呢邊真係唔熟嘅。好，咁我哋有時間再慢慢交流好嗎？仔細聊天一齊發掘新嘅話題好嗎？如果因為時間倉促我已經到咗呢個港珠澳大橋嘅地下車庫呢度啦，準備上去等客戶出關啦。咁呢就呢期到呢度，好，呢期到呢度 ，see you， 拜拜。因為太倉促啦，暫時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